教育局最高決策者佢冇正視到前線嘅需要，資源嘅投放就唔會協調。嗱，呢啲嘅政策只會為學校帶嚟更加多嘅難題。所謂教改嘅成效都係自欺欺人嘅。朝頭早可能係7點幾，去到我放工嗰陣時又係7點幾，都10零個鐘嘅。教師嘅壓力好大，其實無論後生嘅、中年嘅或者係咧一啲比較年長嘅，都覺得壓力好大。我哋需要訓導啦，面對家長啦，面對群眾啦。就算作為班主任咧，你想了解每一個學生咧，其實都有困難咯。小學老師喺面對融合教育政策之下咧，其實嘅壓力好大咯。咁主要咧就係同學嘅個別差異好大啦，同埋咧就係支援配套不足咯。政府係應該承擔咧呢個幼兒教育，唔應該咧浸佢咧好似自生自滅咁。教學助理即係俗稱嘅 TA 啦。咁但係佢哋嘅工作量其實係已經相等於一個正式嘅老師。最大主要原因係政府嘅資源不足，佢冇擴大到教師嘅團隊。佢冇正視就係師生比例嘅問題。就算唔係推行小班咧，其實都可以增加人手。喺97年之後，其實咧香港應該好重視呢一個同中國嘅關係，令到同學咧係多啲認識，因為佢哋嘅前途或者係佢工作入邊咧。不多不少咧，一定係涉及到呢個方面。推行教育改革係用政府嘅行政主導嘅方式去推行，以至推行嘅時候咧就出現好多亂子啦。近呢10年8年，香港教育咧的確出現悶局。我認為係政府最高決策者同埋議會在位嘅監察者彼此教育不上心頭嘅結果。因此前線嘅聲音咧係要進入立法會教育界裏邊，為廣大嘅教師群眾係爭取合理嘅權益，維護教學嘅尊嚴。翻嚟學校，佢會朝頭早喺門口都會同學生打招呼啦。你見到佢好忙啦，處理學生嘅問題啦，亦都會有陣時要主持一啲學校嘅活動啊、早會啊。咁好多時候我哋都留到好晏嘅，留到好晏，有時7點幾佢都仲喺度。即係將佢生活大部分嘅時間，我諗都投入工作。學校入邊有佢嘅職務要做，但係翻到屋企咧，休息嘅時間可能都要愛嚟就係爭取一啲嘅寫作嘅平台，去為教育發聲等。其實佢要參與呢個選舉咧，呢個工程我相信係好大嘅。咁多年嚟咧，我非常欣賞漢權，佢係個有堅持、有理想同埋有勇敢行出嚟、有實踐嘅一個老師。幾年嘅觀察，我覺得佢係一個好有魄力嘅人。咁所以我覺得佢今次嘅出選咧，我係非常之支持佢。我支持何漢權，因為佢好有正氣。佢喺行政長官卓越教育獎嘅頒獎禮裏邊離場抗議。咁我感覺呢個老師咧係一個好有堅持啦，同埋好有理念嘅老師。我覺得何漢權出嚟咧係俾教師多咗個選擇。最低限度咧，佢喺業界裏邊咧生活咗30年，而且佢係一個專業嘅老師，亦都有前線嘅經驗，亦都可以真係破悶局，去幫我哋去糾正一下過去嗰10幾年嘅教改，到底個問題喺邊度？請支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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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支持何漢權先生，將前線聲音帶入議會。